假如短視頻運營說真話。Angel，傳統行業現在開始做短視頻，還有機會嗎？答案係一個字，有。大部分嘅行業做短視頻永遠有機會嘅，只要你嘅產品涉及到銷售，就永遠離唔開營銷兩個字。到目前為止咧，短視頻依然係最高效而且係最低成本嘅宣傳渠道。那到底怎麼宣傳才能把產品賣出去呢？首先係要令到產品同埋觀眾產生緊密嘅聯繫啦。產品後講嘅時候一定要有使用場景，令到觀眾感受到產品嘅實用性。比如話你嘅產品係香水，你只係話呢個香水原材料有邊啲，原材料有幾貴，咁請問呢個同觀眾有咩關係呢？但係我哋加上呢個使用場景，直接話香水呢款香水約會嗰時佢總會忍唔住靠近你。有使用場景先可以令到觀眾有身臨其境，同產品去產生情感嘅共鳴。第二就係你產品拍攝一個視覺嘅衝擊，將香水噴出瞬間，香水嘅瓶身喺陽光下嘅質感同埋臨係聞到之後驚豔嘅表情拍出嚟嘅話呢，咁咩營銷話術都不如產品自身嘅實力有說服力。